柯中信虽然伫小小竞选办公室来宣布参选台南市长，不过却是有满帮的信心，要用伊财经的专业，坚持以4当前政见，以创新、知识、文化甲科技为主轴，互台南更较好。会中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人伫台北，嘛透过视讯的方式来相听。你若伫外口在工作吼，所以会较紧诶，参照保险无实施啦。咱真侪少年家爱负担即个北部的即个长照这相关的问题，甚至个死头路变成连家己的以后的即个经济保障拢受到真大的困难。所以呢，这开始是需要有人真有心。来推动这个工作吼，所以我相信呢，中信兄来当呢，等于雇佣服务来做台南市的市长呢，对这老人的这问题啦少年家这困境呢，即摆台湾的社会这种的困难呢，应该会当来帮。做推动2018年，柯中信摕下45000多票落选以后，就强调伊会搁回来。特别发现这几冬来对薪水低、厝价悬以及老人福利拢相当失望，所以决心再次倒立市长选举。在这里静思无之过。为什么我一个学者在立法院的时候，会计法我也挡下来，台电改革我也替台电改革了249亿。为什么台湾人民不愿意选我这种人出来替各位来下党，而会去选政党？所以我在这里静思无之过。所以呢，坦白讲，我在这里思考了这样多人生的哲理。视讯会中，苏焕智嘛强调，选举爱扩大在野制衡的力量。对此，柯中信表示，伊虽然肯定大问题的民众党，不过并未加力，强调市长选举无关哪里的统独，就是本土优先来拼台南产业发展。李前总统教导我，就是台湾优先。台湾优先，这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。那因为市长的选举无关统独，我们重要的就是台南人民现在低薪、高房价，年轻人不敢结婚、不敢生子，赚钱赚不到这个问题。所以我就一个市场候选人，我一定是关注这个问题。但是我用一个本土优先的立场，发展本土的产业，让我们本土的产品能够配合国际的需求，提升我们这里的这一个人民的生活，没有蓝绿的考量。距离选举剩4个月，柯中信表示，伊上感谢就是6位团队成员一直无离开做伙拍拼，伊嘛希望用一区一扛棒上升的资源来拼这场选战。但新闻编辑采访过的。